刚才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什么？我告诉你。你刚才到底在？咦，什么呀？你想知道可以啊，不过得给我点好处才行。你这也太现实了吧！我只不过问问你而已，你还要好处啊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是我看到有趣的事，你想知道，当然得给点好处了。难道你听说书的时候都不付钱的？给你，可以说了吧？怎么，你还嫌少啊？我才没你那么市侩呢。你还不市侩？你这不算市侩算什么？我一时也想不到要什么。这样吧，你以后答应我的要求就行了。绝对不会是你做不到的事。再说了，你一个爷答应我一个小丫头的要求，又有什么难的？是啊，好吧，那我答应你，说吧。那你可记好了，我有证人的。记住了，你可以说了。街上人虽多，可我们的马车却畅通无阻，见到的人远远就躲开了。可是我们并没有表明半夜就坐在车里，我当时怀疑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就疑了一下。那你为什么要摇头啊？后来又想，这样的马车绝非一般人能坐，这又是在天子脚下，升斗小民也都有见识。即使不知道车上坐的是什么人，但知道让路总是没错的。至于说摇头，只是觉得自己成了狐狸而已。狐狸？这关狐狸什么事情啊？狐假虎威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狐假虎威。就这样你就骗了堂堂大清国皇子的一个要求。哼，我也让你猜猜我想什么。等着。不行，这匹太老了。来，哎呀，这匹牙口太小，性子还没定呢，怎么找的马？马呢？去把玲珑牵过来。这，那匹马温顺，你可以安心骑。哎，若曦啊，你运气真好，八哥竟然舍得把玲珑让给你骑啊！跟着我啊！这，好帅啊！若曦，若曦，你愣着干嘛呢？赶紧上马啊！哦。哎，你怎么磨磨蹭蹭的？你到底骑还是不骑啊？你去骑你的呀，管我什么？我看你上马以后，我才骑啊。马是用来骑的，不是用来看的。我不会骑。你说什么？看你耀武扬威的样子，竟然连马都不会骑啊！你阿玛是怎么教你的？不会骑又怎么地？不会骑，我帮你牵着了。是啊，让他帮你牵马。来，这。不是让你帮我牵吗？牵了。牵啊，牵啊！来，小心点啊！牵了。坐好了啊！喂，这，小心点啊！你看什么呢？又在发呆。走你的！你就知道欺负我！你再欺负我，我放手了啊！放！我放了啊！放！哎，开玩笑。这。这个八阿哥要家世有家世，要样貌有样貌，极品男人，人比人气死人。幸好我现在还当了一个格格。玲珑这名字改得真好，马儿虽不算娇小，可动作是灵活敏捷，骑着它在山上走，感觉如履平地，就算闭着眼睛也不怕被摔下来。
姐姐，我是不是不懂骑马的？你又不记得了？嗯，那应该是怎样的？你从小就不会骑马，阿玛怎么逼你学，你都不肯学的。我真的不喜欢骑马？啊，那就没事了。我现在不但不讨厌骑马，反而开始有点喜欢。姐姐下次一定跟我们一起去玩。先洗澡，再用膳吧。八爷挺会照顾人的，有他在，一定出不了什么差错。姐姐下次一定跟我们一起去。我没兴趣。你没兴趣骑马，但是可以跟八爷一起出去游玩，找些乐子也不错。八爷既细心又斯文，很多事情你不用说出来，他好像都能明白，并且准备妥当。姐姐，我觉得他对你挺好的。既然已经嫁给他，不如对他好一些。这种男人还是值得争一争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姐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冬云，陪我去佛堂。